谢谢牧师、传道，还有在座长子每位弟兄姐妹的接纳和祷告。早在半年前以前，已经跟之前的牧师有过联系。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机会，今天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、赞美我们的上帝。每当带着诗班到平地教会或者是原住民的教会献诗做募款的时候，我总是心怀感恩，特别谢谢你们，也感谢上帝常常纪念我们原住民的教会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这个台湾这个宝岛，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特别是在精神上的奉献，还有属灵上给我们很多的学习。我每次在诗班，我们总是互相的劝勉，来到这地方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。就是今天这个信仰，今天这个主题，艰辛的信仰的路程。原住民教会因为经历过日本的迫害，那我在台省读书的时候，老师曾经问我一个问题：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在日据的时代，特别是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，台湾原住民几乎将近至少80%都是基督徒，包含天主教徒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那我自己觉得，考察圣经，查了再查，研究再研究，思想再思想，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。那就是因为受过迫害，才知道去珍惜这个信仰。今年我们多国的教会是一样，台湾第一个信主的就是基旺伊湾阿嬷，被称为台湾原住民教会之母。之后他就培育好多宣教家，他的门徒学生，不是只有他针对太鲁阁族，也到别的族群传扬福音，造就了今天原住民教会的神迹。这是上帝的爱，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原住民，也透过你们的手和你们的祷告，常常支持我们。在此一并献上感谢。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牧师这边跟大家分享3个部分。第一个是第18节到21节，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一生的信仰的道路上不是那么的顺畅？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平安平安，真的平安吗？越有人要跟我说平安，我心中就会流泪，因为我能够得到上帝给我的平安，原来是我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的苦难。在座的燕燕传道最了解我的过去，一直到今天，他们曾经帮助我太多太多。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，还能够宣教，燕燕传道对我了如指掌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我曾经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刚这个经文我们读的出现一个字，一个是恨，恨这个字竟然共有8次之多。逼迫这个字也有2次。在18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：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。原来一个基督徒被世人所排斥，被世人所逼迫，被世人所不接纳，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信了耶稣。真的很恐怖。日据时代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很多我的祖先，包括我的外公也是被日本鞭打，他的后脖子这个地方有牧师这么大的那个脓，那个肉瘤啊。我问我的妈妈、阿公怎么会有多那一块肉，他说是日本人打的。然后呢，这是他一生很好的信仰道路、信仰生涯的最好的纪念。我相信神必赐福，必永远纪念他。在日据时代，说实在，踩踏画像，被关、被打，然后不给他水喝，不给他们吃饭吃，甚至有的被杀了。这就是原住民教会经历的逼迫和苦难。第2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说：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
一个基督徒，若他真的坚定他的心志，将他的一生一世到生命结束，把自己所有摆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他不再就属于世界了。就算世界在排斥他，在恨他，甚至逼迫他，他绝对不会离弃主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、美丽的信仰见证。主耶稣第20节，主耶稣继续指出说：“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”这里的逼迫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追赶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，耶稣还在世传道3年半的那个期间，按着约翰他做耶稣的门徒，他所看见耶稣的景况，真的是正如野兽来追赶耶稣一样，真的是非常的恐怖。如果我们看耶稣的一生，我们今天在读圣经，在读耶稣，特别是4福音书的记载，我们读得很容易，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平安跟喜乐，充满了盼望。其实耶稣说：“府里有洞，天空有飞鸟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耶稣到最后，被自己的同胞，被自己相信上帝的那些犹太人、上帝的子民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一生哪有喜乐，哪有平安？非常非常的痛苦。所以，既然我们信了耶稣，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，若你是已经信而受洗的基督徒，你将跟耶稣一样，我将跟耶稣一样，在世的生活真的没有平安，不会有真正的喜乐，并不是意思不是说上帝不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，而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，逼迫什么时候来，苦难什么时候来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仰。第二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像这些恨耶稣的人、恨基督徒的人、逼迫耶稣的人、逼迫基督徒的人，在22节到23节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们有罪了。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定他们的罪，是上帝真的定了他们的罪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觉得并不是逼迫耶稣、逼迫基督徒，我觉得那事小。他们不接纳耶稣，不把上帝当作上帝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态度。在我牧师牧会生涯20几年的时光，我实在也看见我们自己的同胞原住民受洗了，成为基督徒，很可惜只有1分钟的热度，1分钟他就离弃了教会，离开了上帝。他觉得上帝跟他没有任何的缘分，他觉得上帝根本跟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觉得很遗憾。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罪了。第3个部分，最后一个，有罪的人将来会如何呢？在24节到25节，就是恨恶上帝、恨恶主耶稣、恨恶基督徒的人、恨恶教会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当然一定是被刑罚。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将会哀哭咬牙切齿，被丢入永刑的火湖里面，再也没有办法被救赎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，第2个有2个跟大家一起勉励，那就是刚刚我们从信息里面得知的，无论是平地的基督徒、美国基督徒、日本的基督徒、全世界的基督徒，听说目前是有1/6，有10亿之多，包括天主教徒。我们将来在末世的时候，耶稣也已经预言了，在我快来的那一段期间，是世界最混乱、最可怕的时候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无论你年纪多大，我们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常常祷告，不要间断的祷告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熬过那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。感谢耶稣的应许，我会一定为了我的子民，我会缩短那个痛苦的指数、痛苦的岁月。让我们相信主。第2个跟大家互相的勉励的就是，是不是恨我们的人、恨上帝、恨教会的人，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的观念，
我们就把他当作外邦人一样，不跟他往来吗？不要忘记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耶稣的命令，在马太福音28节、19节、28章19节、20节，耶稣的命令一直不停地告诉我们，一直到他再来，就是去10万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基督徒，耶稣说，就像羊入狼群一样，非常的可怕。所以传福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昨天我跟你们的青年在一起学习上帝的话，我牧会到现在，因为我的基督徒都是农人的太鲁阁族群，都是工人的太鲁阁族群，上班的没有几个，公务员的寥寥无几。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，他们艰辛难熬的岁月就是我牧会的岁月。直到我生命结束，愿上帝给我力量。以此来共勉，让我们大家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被人所恨恶、被人所不接纳的，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这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认罪。我们曾几何时，我们曾经恨了你，甚至逼迫了你，甚至羞辱了你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愿意坚定我们的信仰，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能力不够，智慧不够，求你加添给我们，更赐给我们一颗你伟大无限的爱，去关心那些恨你的人，去关心那些逼迫你的人，让我们更加的体恤他们，爱他们，怜悯他们，引导他们，直到像我们一样坚定信仰，永远服侍你，永远成为你所喜悦的子民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求你垂听赐福我们的祷告，愿我们的祷告成为你的荣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